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类的节目，我是罗伊丽。Hello， 大家好，我是综艺区阿群妹。耶，你乡亲朋友发现冇？其实两段时间你慢慢做得去到川汤嘅地图咧视频咧，然后是讲是西葱啦，然后是讲是个台麦葱咧卖东西也变得好安心。不过大家会常看啊，过去家己嘅时间，其实是西葱卖东西，然后个卖台麦葱，其实系非常冇简单啊，有点辛苦嘅事情。唔错，就会吃到咸咸，所以老婆就咸咸。古时候吼，俺同俺嘅零沙用贵嘅沙器，就用一种酿卤来添菜嘅方式。啊，嗰条小农就会自家留菜送到俺嘅沙器来。古时候俺知道按用像宅经济，按用天胶嘅方式，东风片呢。俺知道真经系清理片，讲吼，你还一直讲嘛，讲，其实一啲嘅想法吼，都转变到动家，可以说是反应非常嘅佳，非常嘅好。对，所以你今日每绕墙，你家乡亲们向下咧了解，甲阿群妹讲嘅宅经济吼，网络啊、预购了的东西，所以你绕墙都系来自你讲做俾13号实习，然后1号店嘅理事长，然后田总，汪文秀哈，所以你哋大家是要去联系。耶，所以你哋大家咧绕墙嘅是系你嘅理事长，然后店总汪文秀。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汪万秀。东份伊礼拜用视讯方式老大家分享13号是个1号店。耶，我是都做咧东南地，做咧用安样嘅方式做咧老你嘅店装都连线吼，其实都有意思。不过你今日老大家咧少介是系13号市集，呢个13号实习到1号店吼。不过上咧简单咧请你嘅历史中咧少介一下，到底13号实习到1号店系乜嘅东西啊？又要卖乜嘅东西？13号是个13号市集，系来新竹县13乡镇，13乡镇是农有垂地的产品，所以呛脆你客家嘅脆布，条管、条布衣。拢都在边卖到，还有跟13号市集其实历史很悠久。那个婉秀姐，还没做咧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13号市集已经有几多年嘅历史今年7岁嘞。平常时董叔分享东多年去旺节哦，没有疫情的时候。假日还有人，平常时人较少，冇人多。嘿，所以刚才谈历史中，安用讲是不地讲，其实13号实习是来自于13个乡镇，对，所以等于是13到乡镇改变个，你讲菜地个好个，不论个抢菜啊、农产品，所以1号店，因为你个历史中也就系1号店个，你讲店总嘛吼，所以1号店店都是有卖安用个东西，从么买东多安用个产品，嘿，市集有市集，韩国又有店面，对不对？什么？嘿，等于是把市集的伙伴的产品浓缩到店里面做贩售。在平常时讲你卖唔到的朋友，平常时是都在店子卖到。所以说了一个时节都得去逛市集，唔过平常时就都得去1号店里面买东西，是按用做错的。唔过因为先前嘅疫情爆发，3级警戒嘅时节啦，大家都唔敢出门。尤其係像这样子的市集，其实係講冇疫情嘅話，摩肩接踵動鬧年嘛，大家就聽說動好去旺節。唔過3級警戒嘅樣時，市集有所有動態嘅影響冇？有，人較變少咧。大家都唔敢落去卖东西，變做cái農夫賣個菜種咯，又冇法度賣，是上多用那的方式，用預購的方式來改善倆農夫的問題。故事我們董家很快就反應過來，就用按用社群這個通訊軟體的方式來賣人哋嘅東西，錯冇？
嘿，这样其实我做亚到小农啊，韩国人像点种啊，亚到做得上到按用东脚就灵机应变的反应方式。而且我相信啊，你家己口店本身是有动到甲你讲锣鼓哈，对哈，一定就是一听说卖去口店改东西，因为动会动好改农产品，所以唐讲你改店中历史中，因为你安永英立刻做了一个很敏锐的一个改变过后，用你讲线上的预购，用 LINE， 结果你的订单还没大增加，太增加。因为俩拢总在我微信嘛，然后就不卡煮，是呛嘴下豆，变到勇敢我会卖，想用最安全的方式，来卖出，那是用预购的方式，又安全，因为又通道银行又会降，嘿。跟你有发现，结果你用安永改方式过后，结果是不是订单大暴增？无限到无限，一定做黑暗用，系唔系？从行银行来问讲，我卖锤卖马个锤，你鸦片有无？还是到银行讲，你到底联络我农夫问佢要卖锤，你先让佢停好呢？看技师表爱俩店。你讲过来那，变成动英文，是用来方式变成用 Google 表单走 Google 表单，那本银行去登记好讲来点那锤，样是那好是到底实专业，不是读两篇同球有竞争啊用。我知道按用嘅方式东后，我做在同大家来小口的整理一下。13号实习吧，13号市集，这个1号店有提供一类这个 LINE 的群组，这个通讯软体的群组，其中在扫 QR code， 你做在啲档口看到有动到商品嘅讯息啊，韩国应用版来听用版来买，也係講你做在同家都有合作嘅也都小農，自家來聯絡，比如講大家都嘅書記啊，無就講係傳來嘅本件也都就做在天兒上愛嘅農產品，包含菜啊、果子啊、農產加工品也都全部就做在。聽好以後，講一個時間，你再過去1號店，再去1號店，你去拿付錢就走很棒因為我同阿群們按用分享，還有這個理事長按用講，大家有發現冇？其實這是有點類似小農的東西，直接產地直送。對，因為你訂購了過後咧，你用 LINE 的群組訂購過後，其實等於是小農知道你要這個，來到跟那朵來去後店，好像一個轉運站，有沒有？而且你做在同新音嘅小農店，裡面就會上新機嘅，比如講種東西嘅理念嘛，唔講係油山嘅係油機啊，人家的新音機啊，都同家的聽菜也係聽果子，固定送到一隻封片去哪個地方？可是按用就動力片。但是按用你會吃到其實也是幫助小農。沒錯。其實是想歷史中分享那大家就會直接去那邊拿。對。可是大家就想說，那所以的價錢也都在上面，還是很穩定的。對，其實我也咩係1號店嘅 T 恤，是不是婉秀姐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要1年四季價格都不會浮動怎麼那麼好？因為這個市集也7年來都有固定的一些鐵粉，那他也習慣吃我們市集的產品。我們市集的青菜都來自有機農場，那都整理得非常乾淨。那客人買了回去，大概洗個2次就可以吃了。那在目前在販售的口碑上反應也都不錯，菜色乾淨，然後又整理得非常的整齊，那看了又很有感覺蠻可口的。那變成說是市集的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特色。那客人對我們市集的風評就是，13號市集的青菜是有機的，並且吃起來安全，然後呢，價格又不會波動，是因為農夫們覺得說，明明就天氣很好颱風我們是往事，又沒有影響，那我們為什麼要去調動這個價格，讓客人去覺得
季节有灾情的时候，就是要去抢菜，不需要抢菜，就是很放心的，就是照平常的心情跟平常的时间点过来选购我们的青菜就可以了。哇，对，给安永听说有懂得你的风采田给时间，会去13好市集买菜，因为菜不会涨价。对，你看台家堂你改店长安永分享哦，其实台家婆的弟哦，我们这个店长婉秀姐，你本身是咖啡师，对不对？是。所以你是一个专业的咖啡师，可是你看你刚这样按少改一类，台家又觉得哇，你好像是一个哇，又是理事长，又是店长，然后又了解按都要的农民卖给农产品。要不要简单让你分享一下，你从一个咖啡师变成理事长，又变成店长？是我自己本身在退休职场的时候就做第二事业的规划。那我自己本身在职场就很喜欢喝咖啡，所以呢就在劳动部有一些学习课程，我就去做一个咖啡的学习烘豆，学习手冲，然后接下来的假日就是到处跑市集去练功。那也在13好市，就是在新瓦屋这边，也有一些文创市集。那时候就是有来这边摆过摊，然后很喜欢这边新瓦屋的环境。是，那我也曾经是13好市集的客人，就是有报名上染布的课程。那染布老师也喝了我的咖啡，觉得我咖啡还不错，就邀请我说：“这个市集欠咖啡的摊，那你要不要过来试试？”就这样，就结缘。对，结缘，而且市集的理念环保友善，然后又食材部分又非常的有在把关，跟我的理念非常接近。于是我就加入这个大家庭，然后市集伙伴们都非常的温暖。非常的热心，大家都互相帮助。例如下大雨，大家会互相的赶快帮忙收啊，帮忙搭一些遮雨的措施，对，非常温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集。对，我觉得好棒哦！听婉秀姐这样讲，其实好羡慕哈，动很多，因为从一个客人然后变成一个斜杠，有没有？咖啡师，然后变成在市集里面，聊下如何去后点来点钟，分享很多嘅东西。不过还有动多嘅故事就在讲，你先聊下，你等下就在讲哦。好。大家有阵都呼起来咧，今日节目当中邀请到13好市集嘅理事长，还有1号店嘅店长，婉秀姐来同大家来分享吼。刚才有讲到因为疫情，故说有名路来买菜按样嘅方式来出来嘅，故说要想要请婉秀姐再个继续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1号店还有13好市集有同安道那条小农乡下来合作，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市集目前的有机菜农有3家，那一家目前大量的是新竹的爱园有机农场，那他们都是往市栽种，那覆面比较大，所以说他们的菜色比较丰富，有叶菜类，有根茎类，然后还有家里的比较特色的是他们的鸡蛋、鸭蛋都是。鸡放下去往市里面吃虫，然后顺便下蛋，然后把蛋再捡起来，再到市集贩售，那品质都非常的好。那再来是位于新埔太平窝有机农场，那它也是比较辛苦一点，它是一个人自己种植自己贩售，所以人力的部分比较不足。那目前它也是属于预购方式在做疫情阶段也是做预购的方式在做放售，然后放在1号店，请客人过来取菜。那再来就是比较辛苦的是坚实，就是坚实的台药部落的药园，那它是比较辛苦的，它因为不是往市，所以它是靠天吃饭。像这一年的6月水蜜桃，就一场大雨造成它的虫害啦，整个。大太阳就整个果实就开始腐烂，那也是抢救的很辛苦。那最后抢救的部分也只能送到那个工厂里面做果酱，那损失也蛮严重的。那因为这2年的气候极端，
造成它的损失颇大的，所以说它的有机部分就没有办法继续去缴这个验证费，所以就改为自然农法。是，所以它变成是有菜才有办法送下来，有水果才有办法送到1号店这边，然后它的车程也非常的久，一次下来都要2个半小时的车程，非常好远。对。其实听婉秀姐安用分享哦，大家有讲过哦，其实就是这几年我们不是这2、3年，是这5年、这10年，其实大家卖出的方式改变咧，大家食出的方式没改变咧。头摆其实费松改就是大盘、中盘、小盘哦，我们再去菜市场填充安用卖。不过因为2几年费松推行从你个惯性农法度，你个有机农法安用改狗仓地路，大家慢慢会习惯跟小农购买，对，所以非常的需要。又是上头是然后1号店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平台也好，或是这样的一个店的存在。刚刚其实听婉秀姐分享，其实觉得很感动。为什么？你会发现，就我如果是个消费者来讲，我其实是等于是我等于是真的就是直接跟小农购买。对哦，你们也有大盘、中盘、小盘，我等于是直接在那里面，而且我对那样的一个产品，就像阿 Q 妹上段节目讲的，费松改按性。然后其实听婉秀姐分享，也可以动情感感受到，其实婉秀姐等于是对这些小农都好熟。哇，现在遇到什么灾害？对哦，能不能缴出那个费用？对，都一清二楚。其实是一个彼此关心，然后把好的食材带给消费者。所以刚才讲到像水蜜桃，其实水蜜桃就是。水蜜桃它是一个娇滴滴的钩子，所以等于是1号店也有卖。所以婉秀姐刚刚分享就是说，其实你们跟等于是他们合作，其实这中间是这么多的甘苦谈，受气候影响，对不对？路程又很远，有山港中，有地港中，就其实真的不容易。是，所以，可是我刚才好像有听到做果酱是吗？真的总 daily 是走果酱是这样吗？婉秀姐？嘿，魔法涂鸡个又葱啊，又来东西那都款冻酱，表明意思是新的嘞，来动麻烦鸡就是等于有克数嘞，你看对，不喜欢，所以就拿来做果酱。可是它其实品质还是好的啦，对不对？有时候买东西喜欢买漂漂亮亮。没错，不过在疫情期间，出台也着抢菜购资啊，需求量动态，因为还有发现有一种东西需求量没动态，就会乱，因为全部都地不看的嘛，一不卡3年，一早晨你个19个时间，有可能1-3年是1粒，有可能1-3年是2粒。对，所以那个蛋的需求量很大。其实这个1号店是不是有遇到这个状况？有卖盖卵。其实在做农畜业都是非常辛苦的。那蛋农来讲，它在去年来说，夏天是淡季，那鸡也生的少，那反而还会造成仓那个滞销，那仓库堆了满满的鸡蛋，不知道怎么办，那就只能做蛋卷。那今年。那因为今年的疫情关系，大家都在家里开火，那开始就是囤货嘛，那抢蛋，那到目前为止是蛋量是供不应求，就变成是要用预购、预定、到货通知，用配货的方式。是，那只能开玩笑跟那个农场的老板说，请你叫你的母鸡认真一点。不过甜食没办法用到啊，因为太热嘞，跟鸡嘛就冇想会饿了，太热了，我不出来。因为太卡热地啊，有一口改盖卵，其实有一口改宽底，对，然后鸡也是要有好的环境，对，然后孕育出好的盖卵。不说每一份鸡按到压力，可能又饿唔出按到卵呢。对，因为大家有发现冇，其实可能有动到改乡亲朋友已经低咧吼，就要读信州了在提供有在13好市集，可能看电视改乡亲朋友，可能有等于系信州改乡亲朋友，有等于了解，有等于咩安定，不过了下费松改了解，那大家技术的分享系嘛改东西。其实1号店卖的东西超出我们的想象，它还有寄卖很多的熟食或是腌制品，黑猫，它有猫可能改熟食，还有像客家的腌萝卜，那腌嫩姜、豆腐衣，还有萝卜糕、芋头糕、南瓜糕，按豆全部就有，就不止去是。
不止去市集做得买，要做得去1号店买就错嘅。嘿，哦，啊，唐讲伫1号店唔但请有按到东西好买，还做得去啉咖啡，错冇？走的。哦，是婉秀姐去甲抛给嘿。嘿，我自己烘，自己冲手冲。好棒哦！所以你那个就是一个复合式的餐厅，可以去买菜，走得去卖菜，走得去卖走好改你讲熟的食物，走得去拎咖啡，还走得去煮文菜，还个去拿菜。哇！所以那个是一个什么功能都有，包山包海了。对对对对，婉秀姐是不是可以走这样搞吗？你那个1号店太忙了，会不会？尤其还有走客服，银行内簽到平數度那邊，有冇？請問平數度那邊，要插什麼出去？什麼講？那插在有萬一拿代幣講到咧出去，老去講做服務安樣。是，係咩人搞到東都好朋友？有東都嘅退休嘅睇過對那邊下就行的時候過來湊一下，啉杯咖啡，講打鼓安樣，打嘴鼓，打嘴鼓。哦，古時候也係一起呢調整按樣嘅買東西嘅方式，唔管係用路聽嘅，也係講先去煮完再過去拿。按樣嘅方式，婉秀姐都會同大家來分享有乜嘅優缺點。對於買東西嘅店妹啊，也係講對於消費者來講，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缺點？你覺得現階段你比較需要去克服的，對？比較克服的就是青菜不夠賣，太熱賣，太舒服養，這個是問題，對不對？對，變成是菜農的部分會變得很忙碌，例如因為都是用預購，那變成說客人下單，今天接了可能有20-30個客人，那他4點多可能就要起來開始包菜。他們都堅持早上包菜，早上就是當日的青菜做配送，最新鮮的，最新鮮的，對不對？對，最新鮮的，所以要早上起來就要分一包包 A 客人、B 客人、C 客人，還要下面包好了以後要上車，然後下來的時候就是整來全部都是一袋一袋，以前是搬下來是一籃菜。現在搬下車是一袋一袋的菜，然後每一個袋菜上面都要貼誰的名字，然後多少錢，然後客人呢，我們固定每個禮拜6配送嘛，所以說禮拜6我們的1號店前面的木站牌就變成是集貨站了，就是取貨站，這樣子。是。然後呢，優點是夥伴們不用在以往都是一天在賣菜，現在變成是除了配送剩餘的菜在店門口賣，那大概2個小時就賣光了，就已經不夠賣了。我覺得大家怎麼有一種去搶青菜，就是太棒了，因為可能菜的品質很好又新鮮，所以才搞個窮人一賣。就減少大家工作時間，趕快買啊，就給個政府卡比較安全。對，不過婉秀姐，因為不管是你剛才說疫後時代，大家生活慢慢的恢復緊鬆，可是我覺得防疫這件事情，我們還是要非常的注重。所以其實台港移動應該別賣出，你們那邊也是非常注重防疫，對吧？草貓是非常注重，竹北人非常的守規矩，也非常的注重這個部分。那1號店的部分就是要做都會請客人就是做好防疫措施，戴口罩，就是酒精消毒，進店面呢就要做實名制登記。那甚至我們還有碰到客人是在門口外面就說：“老闆娘，我要什麼什麼，然後麻煩您幫我拿一下。”然後他不要進去，他在外面喊，不願意進來，然後就是在門口的地方做交易，就是直接他給我錢，我找好再拿出去給他。是，就是這是竹北客人謹慎到是連這個動作錢的部分還要酒精消毒。哇！按永東對，還是小心一點。對，不過所以多聊天吼，你是咧你呼籲一下你嘅鄉親朋友吼，其實聊下動因大家有發現，其實做這個防疫實名制其實動簡單，所以你拿出應該手機，最重要嘅事情你要去掃 QR code。那你掃 QR code 吼，大家會記得咯，你係講掃 QR code 提你普你嘅落去做嘛嘅，你一定要。你要把它簡訊發送出去，一定要按發送。因為動你掃 QR code 掃太狗有沒有啊？就進去了。
对，其实你那个简讯要按发送，那乡亲朋友讲一下，其实这是完全50钱的，是完全免费的50钱，所以你家乡亲朋友考试走出实名制，安样讲安全哦哈。哦，你聊天节目讲到了，非常感谢你13号10号点个点钟万秀节，所以非常感谢万秀节的节目哦，所以听下来你先咯，万秀节都讲拜拜了，万秀节拜拜，拜拜。你下段节目咧，还有强荣女是10个好朋友和娟姐，所以你等下咱都去连线咯，先来先聊下，你等下常你讲。非常大家又真都福起来咧！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小姐啊，新做嘅13号实习盘个1号店，刚下呢这个万秀姐同大家分享当多嘅，啊，个三下来邀请到呀13号市集韩国1号店嘅好朋友，同時也是這個膳食局嘅頭家娘總玉妍、玉娟姐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哦，接下來就來邀請到玉娟姐來同大家來連線分享佢嘅故事哦。Hello， 玉娟姐。嗨，大家好，我係鍾玉娟，都歡迎你嚟參加呢個節目。嘿，歡迎哦！這個疫情的時代，我們用視訊的方式來見面，邀請你同大家來分享。故事好一開始，細細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人家店嘅吼，這個膳食局其實名誒同人家理念係共用，是有特別設計過的哦，對不對，娟姐？這個名字呢是一位出家師父取的哦。他個咧下大家講友善土地呀，然後友善跟人之間的善的循環，所以然後提供好的食物啊，這個就用膳食居的名字來就做店名這樣子。韓國除咗友善以外，底部嘅東西全部係實在，是蔬食，對不對？蔬食，這最流行的呢。對，其實家做嘅節能減碳啊，非常嘅搞黑啊，是，不是啊？那用嘅吹料啊、麥菜啊、千補撈嘅小農友啊、公阿婆啊、菜地。哦，你愛細節係上買做買東西是用乜嘅食材啊，用啲啊？錯。而且剛下看嘅相片啊，底部全部就搶食嘅菜，對，看起來就知道心情都好，都空天嘅感覺。對，因為講實在話，因為其實你講實在，其實東東人可能實在東東人，我們講的是吃素。對。如果兩幾年，其實大家對於這個吃素的概念也有一些轉變，所以像可能玉娟姐兩邊講的可能也是素食，或者是結合你講實在，然後是素食呀吼，所以這個理念也是有一點點區別。所以剛才看到那便當裡面看到是大量的一些素食料理，哦，還有我剛剛有看到類似五穀飯。吃起來這個膳食纖維就很高，沒錯，對，唔但搶好，可能因為中高嘅管天有可能實在，有可能咩係因為反駁嚟實在，對不對？所以呢，像娟姐樣嘅傳統啊，大家因為要一步嘅疫情嘅管天，東東印度蘇都影響。娟姐在疫情有沒有發生什麼，比如說受影響的部分啊？有沒有什麼心情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啊，有。因為啊，做呢啲店都缺，就是啊，就用外帶，外帶人啊，韓國大家還唔敢出來賣東西，全部賣短期不卡煮嘅韓國，就是兩用上面嘢啊，那啲業績啊，是用到差唔多10箱品。哦，蘇到動態嘅影響，跟用嘅時候要怎麼調整？其實按用咪真好啊，因為平常時啊做得動，大家都無限。雖然啊，該設立下唔好，大家做得用嘅時節啊，好好休息一下。韓國啊，步調表還蠻對，是有時間做到該收入出來。哦，好棒哦！身體好嘅時節啊，炒出來就
午餐的呀。是。下讲该按摩汉的时间啊，是咧做咧宣传，你下咧卖时间也动办一样。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玉娟姐其实她这就是一个概念的转念。对，因为就动一动啊，轻松些，放松感摸哈。不过因为疫情聊天时间，如果我餐厅还可以支持下去。还可以支撑下去，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我转变我的态度。对，改天走嘛，改天，那我干脆做手修炉菜。对，然后我做好吃的一个便当，然后而且我觉得刚好听到重点，我也将我的脚步放缓，来歇困一下。休息一下，安用改感觉哈，所以很棒，自己心灵的感觉。对，能够去做起个一次性会做给事情。没错，对对。所以听说好像还是有，比如说可能有卖早餐，或是卖晚餐什么。有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调整一下这个贩卖东西的这个时段，对不对？后尾咧，咱是上个阿贵西航空银行啊，个系做午餐到做冻酒到阿贵天的时间是4点下冲。后尾也是老跟他讲，咱咧做早餐好么？因为做熟悉的做早餐的店又较少，是上龙眼架啊、照心跳又是钓个番薯粿啊，但是到小菜清淡的东西，是讲。很有食了再忌讳啊，咧做餐到午餐安有什么？但是呢，爱持做试营运10天，绩效不是很好，因为录音架讲爱7点钟开始上班咧，1点4点就好生这位啦，等到7点都是太摇诶，做唔得。有上音乐啊，去当群众的上班，去讲咧新花又卖出来，工作的时间，所以他就也没有在卖早餐，就是又调回到晚上的时段，对不对？动动因他讲不先爱摸做对吧？去请凤片你习惯咧，爱东西是都有啊，唔会做法，又唔会同油，是都当健康，拜托啊，用参详一下啦，不够我怎么做？我发现这个膳食居真的很棒很客制化，有没有？这造型是照那个买新日10天。新一过后发现做唔得，立刻又改晚上，然后比较客制化，反应可以说很快。你台大都讲跟随疫情，我们做滚动式调整，我还发现很彻底。我们的膳食居也是滚动式的调整来做安用改时期。不过讲到两片，其实台大你改乡亲朋友会讲，有看基本改节目度，睇有看到台大啲你少改系13号10，然后你改日号点。不过台大可能你改娟姐、玉娟姐，其实是系你改创界的历史中，所以对你个13号10做咧讲非常解了解。我还有嘛个故事，你确定下有时间做咧讲，我跟你说咧讲一下，有件事情都重要。听说娟姐你的产品，就是你走改东西有在1号店寄卖，是吗？对不对？哇，因为平常时咱店内是摆了结婚，大家讲按奇怪摆了生理按可以用来结婚，因为咱帮开店的时间是13号市集做青年嘞，不是咱有很多基本的铁粉。不是咱的店就是摆了结婚，是一摆市集的。两下拄到疫情是做唔得摆但是咱动作咱粉丝是管咱的东西是希望咱的东西做咧用1号店，是就起就该囡仔的路安尼。错，嘿。而且该店拄该有动作特色咯，比如讲大家该看相片，做咧看到哇，你讲有萝卜糕，你有脆条板，重要咱有见到插金黄的感觉。我爱挺好是脆条板，还有该紫苏嫩姜，对不对？它刚应该料理，这个都是你们店里很有特色的食物，从吗？其实脆条板是咱哩客家人亲动推标式，没错。有青岛人他们伊样看就是讲，你系米爱的嘛？咱老实讲唔系，咱在微信南米厂
捞去浸在笋的再来米粉。OK。啊，我其他人问讲，你的脆条饭有没有按模式吼？其实吼，冇嘛个撇步啊，冇嘛秘密。是讲平常啊，咱哩客家人做脆条饭啊，一斤米捞3斤脆条，但是咱的脆条饭啊，1斤米捞5斤脆条。哦，用听，啊，我就咧想到个脆条丝来弄。哎的，了解你客家人的脆条饭。古时候玉娟姐，其实你个店方卖嘅东西，是要得煮好嘅东西，所有东方用到嘅食材啊、调味料啊，全部都系同固定的农民、固定的店家，按用固定的人嘅信任的食材来源来买来听的，错冇？错，对啊，像奶油啊是用盐顺的非基改葵花油，酱料就是用洗热之前的有机的素蚝油啦，它的就是它的酱料这样子。然后米呢，就是有一部分呢就跟我们市集的伙伴进它的糙米，有机糙米，然后那个画那个富丽米。那豆类我都是用非基改的，我的店里啊没有卖塑料这种东西。是，对，然后蔬菜呢就跟我们伙伴拿有机蔬菜，就是有优先，再来就是跟市场啊，这个在地的阿公阿婆啊，一直到不同种的，小农妹出来，哦，所以有没有觉得你看玉娟姐的脸？很有自信，气色也很好，对，然后很有自信，手改几改产品，其实大家有糖到了，大家有发现吗？你看他为什么有自信？因为他觉得不应该还提后改材料走改东西，所以非常的安心，而且嘴唇我一直听到阿公阿婆总会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狗仓哈，也算是好像我固定跟你有一个契作这样，所以你健康到了哈，非常感谢玉娟姐的安养改分享，四个只是狗在动嘅，还有动到嘅故事吼，冇拜托好好讲。下礼拜有機會就講繞場啦，大家好好嚟打嘴鼓好冇？哦，謝謝。好，開始先啦，呢個玉娟姐講拜拜咯，拜拜，拜拜，大家平安。好，該聽下咧，繞場啲所有嘅鄉親會向下嚟看下呢個法律4單元。福喜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